最近国防教育的议题是引起讨论。其实，伫新北市有国校10多年前开始，就伫学校内底有登 F-51战机，嘛用课程甲活动教囡仔来认识国防教育概念。不过有专家是表示，咱的学校主要也是升学为主，所以成效有限。 一台袂输要起飞的 F-51战机，就安尼栽伫学校内底。新北市北分国小伫12年前争取到这台退役战机来学校展示，成做推广国防教育的起点。每一礼拜爱上的科目其实是足侪啦吼。另外讲独立出来上这课叫国防教育，迄是较困难。但是阮学校的做法就是讲，阮把国防教育的概念跟知识。 融入到伊平时爱上的课内底。即马每一个新生来学校的头一天，就会听这只 F-51阿公的故事。但年级拢有无共款的课程，互学生认识国防军事的概念。不过，这只是一个特别的案例。真正捌伫国防部负责专编国防教育的军事专家吴宗基认为，就算讲有国防教育，实际上的执行状况嘛无讲介好。规国小去国中看吼。 其实啊，真侪时数拢去人占用，拢去其他的是个升学主义的啦，科技的啦，体育其实国防这方面教育，咱台湾进步的迄个空间还阁足大的前几天，行政院议权小组提案，要求政府编二校版本的全面国防手册，互囡仔会当真轻松着看有。国防部找过对此表示，因已经收到会继续听各方无共款的意见，纳入未来编修的参考。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新北报道。